Hi，呢度係書蟲房室。今日介紹嘅呢本書叫《叔本華在充滿慾望的世界求生存》，作者梅田孝太。你會唔會曾經覺得人生就好似一場跑唔完嘅馬拉松，啱啱去到一個終點，短暫嘅快樂之後，又係無止盡嘅空虛。2000年前嘅佛陀就話眾生皆苦，而19世紀最悲觀嘅哲學家叔本華就話俾我哋知，呢個係我哋困喺一個名為生存意志嘅倉鼠輪裏面。今日我哋要傾一傾呢本書，睇下佢係點樣咧喺我哋嘅慾望嘅洪流入面揾到救贖。要理解點解叔本華咁悲觀，我哋就要先睇睇佢嘅屋企背景。佢出生喺一個非常富有嘅商人家庭入邊，但係呢份財產冇為佢帶嚟幸福。喺佢17歲嗰年，一家人去住一次好漫長嘅歐洲旅行之後，去完旅行冇幾耐，佢阿爸懷疑因為抑鬱症喺屋企嘅倉庫入邊跳樓自殺身亡。呢件事對於叔本華嚟講打擊好大，亦都令到佢嘅人生充滿咗空虛同埋痛苦。佢同佢阿媽嘅關係亦都好差。佢阿媽當時咧係著名嘅社交名媛，覺得個仔太過陰沉啦，最後兩個人甚至斷絕來往，終身冇再見面。佢阿爸嘅遺產令到佢終身唔使愁食住，甚至都仍然可以過上唔錯嘅生活。佢喺後生嘅時候咧，佢嘅著作係《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出版之後咧，呢本書完全冇人買，甚至俾人當成廢紙去賣。佢一直孤獨咁樣咧住喺法蘭克福。佢冇結婚，每一日嘅生活咧都好似時鐘咁準確。朝早寫作，下晝散步，夜晚就去音樂會，仲會定時定候每一日都去同一間高級餐廳食飯。直至佢晚年出嘅書《附錄與補遺》，呢個世界先發現呢粒滄海遺珠，全世界嘅粉絲都湧去法蘭克福去揾佢。以前一直孤僻毒舌嘅人，喺晚年竟然獲得佢一直冇恨過嘅名聲。佢臨死前曾經講過，希望死後人類可以喺佢嘅作品度揾到安慰，而佢呢一點確實做得到。好，而家嚟研究一下叔本華講嘅書，先睇睇佢後生寫嘅《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先講講佢講嘅表象。表象就係我哋嘅客觀身體。喺叔本華眼中，我哋嘅身體只係一個物質體，正如佛教色受想行識入邊所講嘅色身、外在世界、表觀世界、肉體。呢個身體係由各樣組合因緣際遇而生，例如我哋嘅遺傳、基因、我哋食嘅食物、我哋嘅生存環境，一切嘅組合變成咗今日你被人見到嘅表觀。事實上呢個身體係客觀嘅身體，至於我哋嘅意志係主觀嘅。我哋用主觀嘅意志去見到客觀嘅身體，去分析、去評斷我哋自己客觀嘅身體。主觀嘅身體同客觀嘅意志咧係一齊運作嘅。當你覺得肚餓嘅時候，你嘅胃就會收縮啦；當你驚嘅時候，你嘅心跳就會加速啦。叔本華認為咧，身體就係生存意志嘅客觀化。至於生存意志嘅本質咧，就分咗有意識嘅慾望，即係例如食慾啦、瞓覺慾啦，係我哋咧能夠感受到嘅衝動。另外仲有就係無意識嘅慾望啦，包括你嘅控制、思考慾、本能、性慾。有意識嘅慾望同埋冇意識嘅慾望，呢啲慾望都係永無止境嘅。呢啲慾望都係好似一隻倉鼠喺倉鼠輪嗰度跑，認為當中憑住慾望不停跑，跑到一定嘅速度就係終點，但最後速度係會慢落嚟，你又會有另一個速度需要追。不過同時呢一股盲目嘅力量亦都係推動住萬物嘅生存，包括動物、植物、人類。所以無論佛陀定係叔本華，佢嘅洞察都係人生一切皆苦。將呢啲一切嘅苦就係慾望嘅源頭。叔本華認為我哋所有客觀嘅事情都根據我哋嘅人眼主觀咧咁樣過濾咗嘅。當我哋隻眼望向呢個世界，我哋咧就會唔係直接望到呢個世界嘅原貌，相反我哋經過咧我哋嘅大腦好似製藥廠一樣，將接收到嘅資訊咧再加工。簡單啲嚟講，就係你睇到嘅世界並唔係呢個世界嘅本身，而係你大腦加工出嚟嘅表象。就好似你戴住咗一副有色嘅眼鏡，你永遠只能夠睇到眼鏡過濾之後嘅色，而呢副眼鏡嘅鏡片呢，就係關乎時間、空間同埋因果。宇宙本身就冇時間，時間都係人去制定一啲形式，去令到我哋覺得有先後次序。同樣，空間都係由人去制定一啲坐標，令到我哋覺得有位置同埋距離。
而因果律呢，就係我哋觀察嘅範圍入邊，會本能咁推論出一連串嘅因果關係。只有我哋意識到呢一點，我哋先至可以開始去反思呢一啲主觀嘅過濾之外，到底真實嘅世界係啲乜嘢？既然我哋睇到嘅都係虛假嘅表象，咁唯一真實嘅係啲乜嘢？就係我哋嘅慾望，亦即係我哋嘅意志。其實套入翻佛教就等於色受想行識入邊嘅想，我哋嘅想入邊呢，就係有好多嘅原始念頭，一啲我哋遺傳落嚟俾我哋嘅意識。叔本華同埋佛陀都認為人生一切皆苦，就好似一個倉鼠輪入邊咁，因為意志係冇終點嘅。當一個慾望滿足咗之後，短暫嘅快樂又會消失，無聊感又會嚟。為咗擺脫無聊，我哋又會產生新嘅慾望。呢啲同佛陀所講嘅生老病死、求不得苦係一樣嘅。我哋自以為係命運嘅主人，實際上只係被呢一股生存意志操控嘅傀儡。我哋搏命咁跑，亦都永遠得唔到真正嘅解脫。正如上一本《原子習慣》所講，我哋係可以跳入去慾望嗰度，點樣係可以咧造成我哋嘅習慣，可以達到我哋嘅目標。我哋因為有慾望渴求，我哋先需要改。不過一切嘅慾望渴求其實都係沒完沒了，所以幾乎一切嘅智者都認為我哋係需要脫離慾望，恢復平靜，恢復寂靜。叔本華認為點樣我哋先要獲得解脫，離開痛苦呢？嘗試否定我哋嘅生存意志。咩叫生存意志呢？就係首先我哋有客觀嘅身體，同時有主觀嘅意志。我哋嘅生存欲恐懼我哋嘅身體會死亡，所以我哋又會有生存嘅意志。呢種生存嘅意志亦都係好似阿德勒所講嘅縱向世界，係有互相比較、互相競技、意志衝突嘅世界。而否定生存意志呢，其實就好似阿德勒嘅橫向世界。我哋透過理解對方嘅苦，去消除對立，有一份同情心同埋共苦嘅感受。真正嘅道德呢，唔係嚟自法律或者義務，而係嚟自共情。當我哋有意識到他人嘅痛苦同自己嘅痛苦本質上係一樣嘅，呢種自私嘅意志就會開始瓦解。呢種共苦嘅能力，讓到我哋超越咗個體，達到一種橫向嘅連結。同時，阿德勒認為可以透過藝術欣賞或者禁欲修行，我哋就可以暫時或者永久咁平息呢股麻木嘅意志。亦都似佛教所講嘅色受想行識入面嘅行動，我哋係要學習不反應練習，跟住自己嘅原始念頭咁樣起舞，亦都唔跟住原始念頭入面嘅慾望嚟到去跳入倉鼠輪。總結一下，叔本華嘅性格多疑古怪，但佢比任何人都更深咁睇穿人生嘅殘酷、人性嘅自私、慾望嘅無底洞、虛無、痛苦，不停跑喺慾望嘅倉鼠輪入面。但因為佢睇透痛苦，所以先知道點樣止痛。佢困喺慾望嘅倉鼠輪入面受盡折磨，所以佢寫人生智慧同埋哲學隨筆唔係教你點樣獲得快樂嘅指南，而係點樣減少痛苦嘅解藥。當你降低對世界嘅期待，唔再強求名利完美嘅關係，反而會獲得一種內心嘅平靜。呢種防禦型嘅幸福係對無數現實中碰壁嘅人嚟講，反而係實用溫暖嘅安慰。當佢進入純粹嘅客觀觀察嘅活動，例如聽音樂啦、思考哲學，甚至係冥想，就可以短暫咁脫離意志嘅控制，人就可以暫時脫離咗自私盲目嘅生存意志。叔本華教我哋將底線拉到最低，人生本來就係痛苦同埋無聊，世界本來就係一團糟。當你接受咗呢個設定，而你發現呢個世界都幾好啊，有一杯茶、一首好歌、一隻貓嘅陪伴，都會有額外嘅賞賜。呢個就係叔本華教我哋嘅生存秘笈。我發現我自己都有少少愛上咗叔本華。呢本書分享到呢度，多謝。